到了新社，是台中第2大的客家村落，种植香菇的村民非常的多，而这提供了全国70%的香菇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新社来走走，因为新社的香菇街除了可以买到新鲜的香菇，还有各种香菇伴手礼，另外特色风味餐也别错过，20几种的菇类，让你一次品尝。到处有香菇意象，这里是台中新社知名的香菇街，有很多客家菇农秉持客家质朴打拼的精神，让新社香菇的品质全国之冠。这是成熟的可以采收的。香菇达人吴银亮照顾香菇相当花功夫，而国产的香菇有70%来自新社。平均温度22度，做得不安尼的香菇的质感啊、口感啊、Q 度啊。会比一般平地的香菇较好食。看似不起眼的小香菇，不但成就新社的香菇大业，用过的培植包也没浪费，它可是富裕独角仙的大工程。这种木屑它可以富裕独角仙、超新虫进柜子。一只只的独角仙在吴银亮的努力下富裕有成。这种腐殖如果经过我们甲虫消化之后呢，那甲虫会排出那个粪便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提供我们植物跟树苗很多的养分。跟香菇相关的产业一样蓬勃发展，像是香菇餐绝对不能错过。琳琅满目的餐点，什么香菇您都看得到。牡丹菇、金针菇，10几种菇类的火锅不但新鲜，连汤头都很有看头。本地的香菇啊，跟那个大骨下去熬个5、6个小时。香菇熬煮的清汤，配上自家产制的美味菇类，口感独一无二。嗰種菇個豆醬，所煮出來的湯啊，真甜，真好食。一盘一盘的特色料理，果真吸引很多游客上门，因为端上桌的通通都是高品质的在地风味。另外，也能够购买各种香菇伴手礼带回家。香菇饼干、香菇酱、香菇饰品，周边商品五花八门，还有香菇太空包。只要早晚喷个水，民众在家也能种植，享受田园之乐。采收的部分可以采收2到4次，那比较适合在那个阴暗潮湿处。要让民众有新鲜感，业者还自行开发了香菇太阳饼。香菇或者内馅口感很浓郁，走一趟香菇街，不但感受香菇飘香，游客还能收获满满。肥厚菇伞滋养新社发展，客家菇农打造新社未来，百菇盛宴，美味满分，一趟新社，体验多变的感动时刻。